澳門歷史上有好多歷史名人，有啲喺呢度出生嘅，亦都有啲喺呢度居住嘅，又將澳門作為事業發展嘅地方，亦有如過客般喺澳門停留。佢哋喺澳門嘅足跡如雪泥鴻爪，佢哋喺澳門所遺留嘅痕跡，值得我哋踏前人嘅路，體驗佢哋嘅傳奇一生。呢條路線呢，今日嚟睇可能好平靜可能好普通，但係咧，如果我哋從歷史嘅角度嚟睇咧，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內涵係非常之深刻嘅。講到我哋澳門嘅華人咧，鄭觀園係非常重要嘅一個人物。所以佢16歲咧，其實都去咗上海學習經商。咁啊，1884年啦，鄭觀園就翻到澳門，住咗6年7年到咁啊，喺呢段時間咧，佢就將佢自己嘅商業嘅實踐，同埋對於國家點樣富強嘅一啲思考，做成咗我哋知道好著名嘅陣線危言，成為一個當時改良派嘅最完整嘅一個思想體系。澳門喺成個明清以嚟咧，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橋樑咁意思咧就係中國文化通過澳門走向世界，世界一啲西方嘅思想咧嚟到澳門就係走向中國。利瑪竇咧，1582年從印度果亞嚟到澳門。當時嚟到澳門主要嘅目的係希望打開中國大門，為咗使到中國嘅士大夫接觸天主教咧，佢係最主要嘅咩咧？作中國嘅士大夫嘅服飾，咁變成中國化，我哋叫做儒化。咁呢個咧，其實使到好多士大夫咧，對於天主教嘅認識咧就親近緊。利瑪竇咧，其實就係成個天主教向中國傳播一個開拓性嘅一個人物，非常可以講主要嘅一個人物。馬禮遜咧，其實佢最初嘅時候咧，去到廣州。因為廣州咧，對於外國人嘅居住咧係有一定限制嘅，所以咧佢係將澳門作為佢嘅基地，有關醫學嘅、有關媒體嘅，同埋新教嘅一啲活動咧，其實好多係放喺澳門，所以包括佢後尾死咗之後咧，都係埋喺澳門。所以馬禮遜咧係將澳門作為一個向中國內地傳播新教嘅一個同樣一個好重要嘅基地。其實粵挺咧係其實係澳門女婿啦，1942年就回到澳門隱居，大概5-6年時間咁樣。喺呢段時間當然啦，主要嘅就係佢喺澳門嘅比較平靜嘅一個生活。其實咧呢段時間並不是不問天下事，其實對於中國嘅大事，尤其是對於抗日嘅嘢事咧，佢係好關注嘅。1938年1月份終於粵挺咧，所謂出山返到內地擔任新四軍嘅軍職。我哋講澳門係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其實通過呢條街，我哋可以領略到澳門同祖國、澳門同世界嘅關係。